这个小组的小组员，我叫宛如。我伫来富强教会今年是第4档，前3档的教会生活，我分做3个阶段来分享。第一个阶段是观望，第二个阶段是接纳，第三个阶段是付出。第3档前，我离开我差不多要40档的原教会。因为我对细汉到大汉是伫即个长老教会，所以我就选择来讲离厝邻较近的富强教会。伫即个我完全连一个拢无熟悉的环境内底，其实是足紧张的烦恼，因为我拢无熟悉。可是特别的是，即个教会甲原本的教会无共的是，伊有拜五的即个小组，所以我迄时阵会感觉讲。我只有利用小组的时间，我才会当慢慢去熟悉这个教会。所以，可是逐礼拜5伊小组的时间，其实是咱一礼拜做工课，你会感觉讲上忝、上需要、上快乐的一礼拜5的时间，我爱搁来参加小组。所以，伫第1档的时阵，我伫小组拢是伫拜5，我就会做增长，我会做。我谁爱搁去？我足忝的。我谁爱搁去？我足忝的。毋过，就是拢一直有迄个声音甲我讲：你就是去，你就是去，你载囡仔了后，你就是去。所以我大概去的时阵，我感觉足奇妙的代志，就是我拢有得到物件。这是得到啥物物件？大概去的时阵，因为我是一个足爱好的人。所以我大概若咧分享代志的时阵，就是一边哭一边讲，一边哭一边讲。等到我感觉讲，我分享讲我即礼拜所拄着的代志，艰苦的代志也好，无奈的代志也好，无法度解决的代志也好，欢喜的代志也好。等到你轮到后一个小组员因分享的时阵，佮后一个分享的时阵，你较会感觉讲。既然因拄着的代志，佮比你佮较凄惨，佮比你较艰苦的时阵，其实你的心内你就会想讲：好佳哉，我有听到，我有听到因的声，我有听到因拄着的代志，我有听到因拄着的故事。所以我迄时阵，我就拢会感觉讲，逐礼拜5，我无论安怎忝，我就是一定爱来听别人的故事，因为安尼我较会当伫我即礼拜5发生的所有的代志。做一个结束，伫拜六甲拜日，我阁重新活起来，来拜日来参加大家的聚会。所以，即个小组变做我一礼拜上重要的一个代志。等我一届来参加小组的时阵，我就变成是放开心去接纳我所有的小组人，所以我就甲因拢当做我上好的家己处理的人。所以第2个阶段是我希望我家己的家庭的人，无论我家己的爸爸妈妈，我所有我的熟悉的朋友，拢会当去熟悉我的小组的人，因为因就是我的人，我处理的人，我处理的人爱熟悉准，伊可以当跟我的家庭去合一，这个是我那时候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变得有勇气去把我的家人很努力的去介绍给我小组的家人去听，去认识。我嘛感觉因做热情，因为因着甲我厝邻的人当作是家己的亲人，安尼欢迎，安尼疼痛，安尼无距离。所以我厝邻的人，即马甲我小组的人，大家是拢足熟悉的，大家的活动拢是足欢喜的。所以开始接纳厝邻的关系，甲我教会的关系。有连接起来了后，我感觉我着爱去付出。要安怎付出，我其实嘛咧想，因为我工课的关系，所以我足无用。我感觉我足无用，所以我应该无时间去做服侍。这种心态就是伫我40几档进前伫教会的心态。可是阮小组无共的所在，就是因逐个人拢有做服侍。不止一个服侍，所以你伫遐内底，你会感觉我足歹势，是安那我连一件服侍的代志拢无法度去做着的时阵，
我就去问阮的小组长，我爱安怎去做服侍？伊甲我讲：你莫有压力，你选你上会当的时间，你上欢喜，你能力会到的迄个服侍的代志去做。所以我就是先经一项，了后搁经第二项。我发现了，当家庭甲小组连接了后，小组内底伊会去传，伊会去传咱逐个人的迄个心，为教会去做细项的代志，来成就变做大项的代志。阮的小组，阮组长足爱办活动。伊办的活动嘛毋免烦恼，因为伊只要一句话，巴拉巴拉巴拉，逐个人都拢会。我参加。我永远拢是迄个上尾一个添起你讲，我要参加的迄个人。因为对啊，所以我是感觉讲，我是内底永远代志做上少的迄个人。可是，我还是会觉得每次在一些活动里面，我都会去问，我要做啥，所以逐个人拢是即个心态。了后，你会感觉讲，有入来，有出去的迄个流动的迄个力量，迄种力量是足奇妙的。所以恁今仔较会看到一个足爱好、足软弱的我，徛伫即个台仔顶，因为我想要甲我得到的迄个疼痛，流出去分享互恁逐个。其实即摆脚搁咧喘。教会小组有足侪，恁会当去找，逐个人去适合的小组，因为咱逐礼拜做礼拜了后，就是倒去了后，有可能你家己去读，你无法度去分享你心肝内迄个小的疼去互人，所以我感觉小组是互我去做行动的迄个感觉。我较会当讲，我拜你得到的物件，甲小组得到的物件，了后我去分享互我无熟悉的人的即个力量。那每个人都可以去找适合的小组。我也很相信，我嘛最相信我这短短的见证，恁千万毋通因为我生得水，恁若因为我的话去感动，知影无？我希望讲，这短短的见证，互恁会当对小组的即种生活有点仔期待，期待了后，恁嘛会当对你的生活有点仔改变，对人甲人的关系，对教会佮你家己的关系，拢有无共款。因为我是安尼相信，所以我甲家己看做是一个小小的螺丝。我虽然毋是足重要。可是，只要阮组长甲我讲，我爱做啥，我就是爱去做啥。我相信我看袂到的物件，就是迄个我看袂到的神。可是我相信我所做的一切，伊拢看会到。我妈甲我讲吼，其实你也听来行达教会，啊，你也参加小组，啥你的个性拢无改变。我甲伊讲。好佳在我有参加小组，好佳在我有来教会，啊无我会变做脾气搁愈歹。恁讲对毋对？所以我真欢喜上帝予我的一切，予我会拄好伫熟悉即个精神小组。我嘛感谢我伫40几档进前的原教会，伫3档前来到富强的教会，感谢大家。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早安。头拄阮有姊妹咧分享吼，我的目睭泛着泪光，毋过挂目镜，搁戴口罩无法度拭所以只目睭有小可模糊有小可差错的所在，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今日主题是一场美丽的错过为什么安尼讲呢？这是大5档前我第一届来富强教会，迄时阵阮因为搬厝的关系，咱朋友介绍讲蔡牧师讲道介好，迄时阵阮当然要找教会，阮就来富强来看卖影
啊，头前半冬吼，佫还未固定来附强聚会，吼，啊，差不多经过半冬了后，阮决定讲，应该会当来感觉遮袂歹，要来附强聚会啊。佫来时阵，拄安那40周年，带我师要走。安尼要安那？当恁啊，因为人介绍讲，这牧师介好，因为牧师的关要来一间教会，可这牧师无伫遮，我相信大部分人，我就换一间啦，毋过因为阮来遮有感受到吼，遮大东港的热情，佫定看到吼，咱伫迄落后壁遮吼有足侪长老伫遐足热情的招待，所以我就甲某讲，阮就踮遮，虽然讲迄阵无牧师，因为我嘛是留踮遮继续来聚会，而且参加小组，来踮遮做信仰的个别吼，甲迄个日坡伫富强教会。参加迄个陈友小组，嘛伫陈友长老的身躯边学习小组的生活，学习小组的服侍。我感觉这是团，这是团体，因为我顶悬的长辈长老拢做认真的服侍，我嘛是拢做认真的对因咧学习，所以小组的人数愈来愈多，到2018年3月。我就分做2组，一组是迄个治安执事来带，一组有较少年囡仔，我遮来负责安尼，伊那原如他讲的，一般我是参加拜五，有祈祷会，来个参加小组。毋过因为阮足侪家庭出来拢有细仔囡仔，或者是囡仔的关系，拜五其实较无法度来聚会，所以。阮一接小组，我感觉讲，阮的聚会应该佫有寡较多元的方式，互拜五外时较无法度来聚会的兄弟来当做伙享受即份听，所以除了讲做一般的拜五的牧师的迄个讲道的分享，之外，这是一般咱在的小组的聚会。另外，我嘛会办过迄个外口户外活动。这是我第一届，阮分职了第一届伫龙园的一个聚会。有的家庭嘛照顾囡仔，无法度出来要安那，阮就去因厝报佳音。伫2019年元旦的迄个礼拜，阮写下新的一年的愿望。礼拜结束，阮会去阮小组员开火鸡肉饭，介好遮联合路，往遐食中昼。这是去年年底，阮伫教会2楼停车场办感恩的参会，阮开5桌，邀请阮的亲戚好朋友，是迄个 best 做伙来用餐来交陪，这是阮的活动足侪款，阮嘛做活泼，这是去年底的圣诞聚会，阮是讲，阮回归初心啦，所以大家变装秀，像学生时代的制服。这是较不一样的一个气氛，而且我嘛足重视每一个阮家人的日子，属于因特别的日子。虽然讲我现在刚刚讲这敢是做一个形式尔，不过刚刚讲，就算是个形式，你一年每个人一年单嘛搭这一概念，我们足重视这。有当时伫阮拜五聚的时阵，先煞做一个月的庆生，袂通是无法度来要安那，阮较早领导的全联较早甲互一个惊喜，也是快闪因为寒天就寒阮3个家人哥几个兄弟做伙来帮庆生，也是阮固定家庭的聚会，帮阮的姊妹庆生，也是我直接好就落门市电铃来帮庆生，阮活动非常的无共，会当互阮的每一个小组的家人，咱感觉感动，也是阮甲秋萍、嘉明夫妇，因迄个做导游，叫因做导游要出国，我也帮因举办一个参会活动，还有会期执事去读博士班去美国进修，我嘛是帮因办一个活动，也是秋萍嘉明夫妇去年疫情的关系开麻辣天后，我嘛是。做伙小组，大家做伙来甲庆祝、甲祝福，所以阮的活动非常的
会无共。毋过他讲起来，感觉讲，哎哟，啊是毋是恁小组是同温层，拢是恁家己的活动尔。哦，所以阮嘛是因为阮小组内面，阮英台这师吼会伫阮是咧提供足侪资讯哦，所以阮嘛有做寡迄个老人事工的探访。阮小组特别关心老人的事工哦，因为囡仔吼、囡仔，大家拢会足关心去照顾哦。毋过老人的事工吼，大家拢时啊，因为体力的关系也是，迄个有时较无多去迄个有关来。哦，我嘛连续2天参加迄个失智症老人的活动吼。阮第一届人数较少，第二讲阮去年10月25，几乎是全小组吼，阮拢动员做来参加，总大家欢喜哦，想要做伙来关心遮个失智的老人哦。啊是，阮迄个这是原有的妈妈哦，看病住院哦，我嘛做伙来探访。一般啦吼。我是阮这小组平均40-50岁吼，一般是较无啥物身体会痛，迄个病痛吼。毋过嘛是难免啦吼，阮毋通讲，阮少年就拢袂有出代志吼。阮小组长老去年2月嘛是因为发烧住院，迄阵疫情要开始的时阵吼，所以无法度入去病院嘛吼。阮就伫楼骹吼停车场头前，阮做大字报，无法度探访，阮就安尼啊边仔看到人足感动讲，恁是咧求婚哦。这是因为楼顶甲阮翕落来吼，阮就是伫楼骹吼，甲敲电话，甲握手吼，甲祝福安尼。想袂到去年年底吼，阮小组阮太太叶云个嘉明兄共一天要开刀吼，阮住伫新老病院，嘛得到迄个新老病院刘院长个伊团队吼，足大一个帮衬，阮小组迄个遮家人嘛助听吼，做伙。来病房吼，阮做一个祝福的礼拜吼，做欢乐啊，互嘛因咧过监咧开刀的时阵吼，心中拢祝平安安尼吼。而且阮安尼结人吼，其实阮是咧奉献阮的同工，我们要为教会做伙来服侍吼。所以，阮除了家己安尼结人活动之外，阮嘛有参与教会的事工。阮对去年年底感觉讲，阮教会青少年就需要关心。有时安尼，有时拢会讨论讲，要教会要爱安怎，讲阮着按实际行动来关心遮个青少年。所以我邀请提摩太牧区来到阮兜做聚会，大家彼此来进一步熟悉。我嘛有参加用信仰。阮小组总共有10位同工，做伙参加，不只是参加尔。阮的遮个姊妹嘛，做遮个资源的工课，帮咱遮迄个讲师来进行遮课程。这日本的献诗永总是第2堂，即家是第1堂，就是讲，咱第1堂较侪兄弟吼，拢是较传统，拢是来做礼拜，是迄个参加团契尔，较无参加小组吼，所以感谢牧师用即届，会当用阮小组来遮做分享，来。因从阮小组会迄个参加迄个祈祷拜会，也毋祈祷会，来，阮嘛开始来主理迄个祈祷会领唱。阮迄阵阮就有主要的同工，阮先来做一个成立一个团队，来一个邀请阮其他的兄弟姊妹做来参加祈祷会。即马是改做早祷会，我嘛是共款吼，阮就一届邀请一个新的兄弟入来参加，来做一个总备，来做一个训练。头头，阮有姐妹吼，最左手边迄个吼，遮水的姑娘吼，为了这个效果，家己戴上假发吼，成我们那个圣诞晚会的一个亮点这也是我们培育新时代同工的方式来，阮小组嘛伫即个迄个圣诞活动内面，拢做幕后支援的工课安尼。阮嘛有参加即2-3档的幸福小组，虽然因为阮家庭大家较因为爱照顾囡仔较无即个时间会当来主办迄个幸福小组。毋过即3档阮拢有协助来迄个幸福小组迄个同工的事工。阮伫即个中间得到即侪的造就
阮这组内面有阮郭家3代一起受洗所以我们送给他一个匾额，叫幸福厨房。自从因来教会了这爸爸妈妈每一天拢过了最欢喜、最喜乐的。我会感觉是，若大家做礼拜感觉是讲安尼好好上课，听老师讲了回家没有复习，我会感觉足可惜的所以阮透过小组等来分享，甲阮伫主日所听到的道理参咱的生活、参咱的性命做结连。嘛利用小组的活动来超人超人同工。阮同工毋是讲我着你出一个，我出2个做来做工，是必须团结学习，合一来完成一件代志。要关怀社会，毋是讲嘴讲的，也是讲着拢咱的目睭拢看外口，爱为咱彼此咱的身躯边的亲人。会当影响所在开始做，按做而言不如起而行。我感觉这就是按小组上大的功用感谢牧师有这个机会，踮遮参各位兄弟做分享，好嘛？头拄万有姐妹讲足好总讲大家会当依照恁的需求，你是年岁较少年的、较轻的，也是有囡仔无囡仔的，拢会当有无共的小组，会当参教会的干事，也是长老遮联络。帮伊做介绍、参推荐，每一个小组拢有伊的特色，嘛拢有伊的故事。嘛期待后一季有其他的小组会当做来遮做分享、做见证。谢谢。